看那声音会不会影响到应该不会啊。用去讲啦。用讲的呀。拢会使啦，拢会使啦，出在你啦。在爱美开始进行后学，感谢天恩师的祖师红祖、师尊师母的大德，以及前人点传师各位前贤的苦心栽培，我后学再一次的学习，感谢前贤慈悲。后学今日要和咱做参考的题目叫做台语就好啊。如何创造幸福的人生？好，不然好，我就拿着不然。如何创造幸福？如何创造幸福的人生？请问各位前贤，我们喜欢幸福吗？喜欢。幸福这两个字，每个人都喜欢，但是能不能幸福，就靠我们自己去营造我们的幸福的命运，由自己去营造，毋是讲要爱个有诶，吼，相对咱做有福气，会当去得到法律大道，会当修道来改变命运，改变咱无好诶宿命，这是咱上福气诶。人生人生就如一朵莲花，你没有去浇水，你没有去灌溉，它甚至会凋萎。但是咱有去好啊去甲伊播种，去甲伊照顾施肥，用功德水来甲伊压，咱的花就开就水，咱人生就会得到幸福。有通咱的德会当去造化咱的德会当来消咱的业力。在爱未开始进行，咱做伙来唱一条歌好无？好啦，我们一起唱，好来，请大家一起唱。在世间最心人是为着顾趁钱，受尽了千辛万苦，做要出头天。有轮回因无了时，已经60000年。看破受道转来去，风无的身边。白勇记得了天道，大家真欢喜。免做受伤在别人，又能超生死。这款的尊贵妙道，世上无得比。兄弟姊妹爱报惜，毋通来放弃。下一页。第一章啦。第一章向前一页。叹出世因功积德，归心自庆贺。修成道现做众生，永远面对乐。在你天无惊传伊，才是真幸福。有上美景唱，我是逍遥真快乐。各位前贤，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？在世间最生梦死，为着顾趁钱，受尽了千辛万苦，做袂出头天。有轮回因无了时，已经60000年。看破受道转来去，父母的身边。白勇记得了天道，大家真欢喜。免做受伤在别人，又能超生死。这款的尊贵妙道，世上无得比。兄弟姊妹爱报惜，毋通来放弃。趁此时行功积德，归心自庆福。
修行道现做众生，永远免对乐。在李天无囝团圆，这是真幸福。忧伤美景唱歌诗，逍遥真快乐。哦，这条歌嘛，真正是足白话啦。咱在世间真的是醉生梦死在过生活，一天过一天，一日复一日。若讲有通啊，阁是浪费了时间来咧过日子，咱家己拢毋知影。讲一日之计在一晨，一年之计在一春，一生之计在一勤。你看多少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他睡到晚晚的，他的早晨时光就没了，有时候还影响他的健康。就像或许的小朋友，有时候他就说：“妈妈，我好羡慕人家都睡觉睡那么晚，为什么你都不让我睡那么晚？”人迄古早人迄先妇就讲啊，一日之计在一晨啊。你甲困好了伊，你的时间你搁互你下晡时晃一晃，就时间拢无去啊。甚至早时也无遮对身体健康毋好啊。早晨很重要。古早人讲，三日透早一工业，所以讲咱毋通甲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睡觉的当中。一年之计在一春，你看农夫在播种，春播秋，春播夏种，春耕夏耘，秋收冬藏，嘿。这是有它的顺序，你看你没有播种，哪来的收藏？倒来咧讲，哎哟，你哪会遐好？恁的修行哪会遮好？为虾米我哪会安尼？你袂看人付出偌济？就亲像咱心情，你考试哪有人考遮好？你较巧，老师较疼你，甲你试题还是你较巧，还是安怎？其实人家的付出，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人家的成果，所以讲。只要我们好好的用功，还是可以的。一生之计在一勤，你要有勤劳，才能你要的才能得到。你没有勤劳咧羡慕，是一种足可惜的代志。所以讲，醉心梦死咧顾趁钱，受尽了千辛万苦，做袂出头天。咱受着了千辛万苦，恁敢是苦海？恁敢有苦无？有苦后盖敢要搁来？毋嘛，所以讲先夫嘛讲，先夫讲，现在的苦不算苦啦，以前的人才是苦啦。你现在出苦越多，成果越大。你吃苦吃的无怨无悔，老师讲，真阁有几十担的苦人互你食，信天时遮尔紧急，阁有几十担的苦互你食，好啊，去做你该做的。尽你该做的本分，上天仙福袂亏待你。真食苦的人后间是咧享受，真享受的人后间是咧食大苦。所以讲，毋通想要享受。所以讲，游轮回永无了时，已经6万年。看破修道，转来去父母的身边。咱掠人世间轮回了6万外冬，敢讲轮回还无够吗？敢讲要搁继续轮回吗？当然嘛无爱。咱无爱继续轮回，有条件，好好啊修，好好啊行，好好啊办，好好啊体会，好好啊参与，累积经验，累积智慧，上天袂亏待咱。轮回已经6万外冬啊，继续轮回去，毋是6万外冬，是129600年，才阁有即间的机会啊。所以讲，咱好好啊修，好啊学，一切美景拢是暂时的，人间亲像过客，人间亲像梦醒变成空，所以看破修道，转来父母的身边较实在咯。白羊期得了天道，大家真欢喜，欢喜啥物？欢喜咱免做受三灾，把咱幽灵超生死。咱大家是一个足有福分的人，不止会得到法律大道。甚至阁会当修道，人明理，人救人度人，这是咱上大的福报。即款尊贵的妙道，世上无得比。
咱要得到法律大道，毋是靠金钱，毋是靠好业，而是靠啥物？而是靠咱用心的体会、用心的付出、用心的牺牲奉献，救人度人。毋是用钱来买道会当的。所以讲，兄弟姊妹爱保惜，毋通来放弃。咱会当做着同修、兄弟姐妹来修道，是咱的福气。所以咱爱珍惜，毋通老师讲的讲，惊咱放弃家己尔，啊无老师袂放弃咱。所以爱肯定家己，毋通想讲啊我含慢，啊我袂晓。只要勇敢的去要，勇敢的去学习，还是会的。从学习当中，毋好跟别人比较，嘛袂使去看轻别人，来批道。所以讲爱保惜即个修道的好因缘，因为三座普渡大道降世在人间，互咱得到，即个足无简单的。人讲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咱佫来得刚刚好，很巧，让我们遇上了。所以爱珍惜，爱保惜，毋通来放弃。仙府他拄仔，咱延明讲师嘛有放一个歌会讲，想起咱若会遮侥幸，得道毋知要修行，为着顾凡情，才来耽误性。咱互凡情耽误着，所以讲咱才会即摆遮尔迷茫，是毋是感觉足办可惜吗？所以咱茫做一个侥幸的前贤趁此时兴功积德，鬼神自轻福。趁此时兴功积德，鬼神自轻福。咱会当趁即摆的时阵，好啊兴功立德，含鬼神都会钦佩咱。他们没有身体，没有肉体行功了愿，他们没有肉体来做他要做的事情，他很羡慕我们。咱茫拄仔欣赏讲神明坐拄仔奉拜足幸福的。伊佫比欣赏咱有肉体人行功立德，消冤解厄，甚至咱会当脱离轮回之苦。以后间伊享受了伊的果位，300担、500担，伊的香烟若够，伊还继续来转世。但是伊转世嘛无得较有道人得，咱正拄好等着此时有即个遮好的因缘，毋把握要等长时，毋做要等长时，所以讲含鬼神都钦佩咱，修行道现做同生，永远免对了。你看，一主修道，一主求道，求现七祖真尖光；一主成道，求现七祖真超生。咱若好啊修好啊办好啊行，咱成道含现，咱的祖先2700个祖先对咱超生了死了脱轮回，安尼有好无？好。所以讲，咱敢爱做？袂。所以讲咱毋好辜负上天老母对咱的希望，咱毋好辜负老母娘对咱的疼痛、对咱的爱。在李天无囝团圆，正是真幸福。忧伤美景唱歌诗，逍遥真快乐。咱后届咱含老母娘分散了6万多年了，咱已经是无囝团圆的时阵，较早咱要含伊分开，咱是拄仔啼啼哭哭，哭哭啼啼。阿娘，妈妈，我会收你呢。你甲阮放的，我要安怎？但是咱已经迷路了，咱已经迷失了，咱已经为着环境，为着这个肉体来咧走撞，来咧无闲，已经忘了跟父母、跟咱妈妈、咱老母娘的约定。伊讲后届我会时间到，我会来请恁转去，来叫恁转，来带恁转去。但是伊要来甲咱带。咱阁骂骂讲我毋爱转去啦，我阁咧无闲啦，毋知影人生的假景亲像一出戏，所以讲咱爱较紧含老母，较紧修道，好啊行功立德，转来含老母娘团圆，这才是真幸福的代志。无人间的幸福，迄嘛是暂时，人讲翁仔某仔阁较恩爱，就亲像鸟仔共迄个鸟笼后届会各分西东。讲个人做业，个人担，个人做迁，个人行。趁现在，趁金肉体还存在，照价收真正福田啦所以讲转来到后尾个，遐是一个足享受的世界，会当忧伤美景，迄个美景是。我们用无法去语言去形容的水
啊，唱歌行仙旗，啊，吃，着足济足好诶啦。或许咱较早嘛拢有伫遐来，是咱喝了孟婆汤，忘记了那边好的一切，逍遥快乐，吼。所以讲，咱逐工拢希望讲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毋过嘛，一个基本条件，就是讲啥？管好我们的心念，日日好心情，处处受欢迎。不管什么环境，不管什么际遇，不管什么无奈，我们都把它转化我们的心念，那你就会快乐。当你快乐的时候，你心想的就快乐。当你心若想无快乐，你就会无快乐。所以讲，讲快乐嘛一天，啊无快乐嘛一天，烦恼嘛一天，啊快乐嘛一天。啊，请问咱是要快乐过一天，还是烦恼过一天？快乐。快乐吼，所以讲人生的三大乐事是啥？与有道德的人，咱做伙念啦。与有道德的人共生活，与有才能的人共养理，与有学问的人共琢磨。琢磨台语要怎念啊？多磨啊！所以讲，与有道德的人共生活。你看，现在的人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人伦道德拢丧失了。人讲道德已经拢歹哩较只听，只要我有利益，无管对的甲毋对的，只要我有钱趁，管你食了死食了活，所以讲，我们与有道德的人相处，我们就是有道德，我们就会学的就是他的道德，与有才能的人共养理，就是讲伊有善知识啊，有才华的人啊，伊的某种方面都很好啊，互相学习，会感受到讲，哇，那么好，咱较咪接近，讲近似则赤，近墨则黑。所以讲，咱会当在学习当中，你来和有才能的人做伙，后盖咱嘛是变一个有才能的浅显啊，所以讲，第三，与有学问的人共琢磨，就是讲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人讲你要交朋友，爱交比你搁较好、较优秀的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学习他的好处。你若交一个比不如你的人，那你学习的就是下坡咯。所以讲，咱在学习当中，仙父嘛甲咱讲，咱求道的时阵，仙父曾经讲过一句话，讲3000万绝对毋通离开。这嘛是咧教育我们说，要多以有一个不离佛堂，千万不离善知识，千万不离经典。这嘛是咧甲咱教育说。我们要互相切磋、互相琢磨、互相学习呀，第二，幸福的真义是啥？啥物是幸福？幸福，每一个人拢爱，但是爱看你安怎做，做了对，你会幸福；做了不对，有通仔含业咧甜，咱就毋知要安怎去面对啦，所以民主来讲，君子有三乐。来，咱做伙念一下：父母俱全，兄弟母故，一乐也。永不亏于天，福不足于人，二乐也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。就是讲，爸仔母仔拢伫的。像讲我咧思念妈妈伫的，我就当跟她聊天，跟她，讲撒娇，讲话，讲内心的话，要来找爸爸，爸爸有伫的，大家拢会当安尼。我想见的人他都在，有的人敢出世，爸母就无伫的，有当敢出世，囡仔就来无。是个夭折来转去，所以讲，人间很多无奈的事情，让我们去，无法度去甲伊讲，我一定要，我想要，而是看我们的命运所以讲，咱会当看到讲，
爸母伫的，啊兄弟姊妹拢伫的，啊我要来找哥哥，啊哥哥有伫的，我要来找啥物人啥物人有伫的。有的人一家伙啊，或是有一个亲情，生4个查甫，1个查某的，啊结果呢，爸爸先走，啊妈妈伫的，带4个囡仔，1个查某囝，结果呢，死3个查甫的，剩1个查某囝，1个后生。啊，你会感受着讲，我年讲咱嘛是足苦的，敢毋是？吼，所以讲有时候很多不是说你想要就有，吼。第二就是羊不愧于天，虎不错于人啊，就是讲我头额额，我问天无愧，我无做亏心事，我头我嘛无做违背人的代志，无欠人一角银，无做欺骗人的代志，我心安理得。啊讲半暝啊，人来弄门，也不怕人家敲门吼。这就是义乐呀，就是心安理得啊。第三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就是讲，咱会当得到有才能的人、有道德的人来甲咱教育义士，咱嘛足接受人甲咱教育，啊，咱嘛真欢喜、真兴奋会接受，嘛愿意学吼。啊讲人生有时候人讲艺书不学，白后悔，就是讲。你遇着比你较敖的人，会当做你的老师，你无去甲伊学，这就是一件后悔的代志啦，吼。咱道场就是一个足好的学习环境啊，有真理，有鲜活的佛光普照，嘿，啊有前贤会切磋琢磨，道场是一个比台大搁较好的学校啦，吼。对苦的方面来讲呢，世间的苦是啥？人讲，咱做伙念一下：爱乐欲恶，欲求不得，杂念烦恼，唯心之苦，百病丛生，老障将至，体衰力弱，唯心之苦。凉凉，终日营营，劳苦奔波，为生之苦，为生之苦。哦，就是讲，咱人拢是好逸恶劳，足爱享受，啊，毋爱做辛苦的代志。老师讲的讲，在你无事的时阵，爱改一字，叫做啥？偷。人不要偷懒，人都是。人讲啥？在忙中，你要给他拨出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。忙中偷闲，再去做其他的事情。啊，有的人是我有闲，但是不想去做，因为我懒得动，我懒得动脑，我懒得动身，我懒得去做，而不是不做哦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在你有事的时阵，有事来的时候，改一字，对一字，乱。心袂使乱，心乱就无，都失了方寸。相对的，咱嘛讨厌压力，吼，有当咱人往往都是跟自己在挣扎，该做不去做，该学不去学，该去行也不想去做，所以呢，当你做爱的时阵，佮爱袂着的时阵，你就求不得苦，吼。杂念烦恼为心之苦，就是讲咱人的杂念烦恼。人讲老师讲修道修心，就是管好我们的心念。我们心念不要受其他事情来干扰我们。好，凡事想好的方面，你心就会快乐；你若想不好的方面，你心就会痛苦。所以咱人的烦恼引起的痛苦，就是心的艰苦。吼，你看伊。规身就好好，啊为虾米足艰苦的啦？我心足烦的啦！你看我好好，我是操烦一堆的，吼。有一个小姐，她为什么而苦？她长相不漂亮，写这不是很漂亮，很好看，
所以有人甲伊歧视，甲伊笑，伊就讲我生做遮歹，也无人要甲我做朋友，啊无，伊就有轻生的念头，去到河仔边要自杀。当伊跳落啊，拄好一个和尚经过迄条河仔边，甲伊讲，甲救起来。伊讲你莫甲我救啦，你莫甲我救啦。讲啊你是安怎啦？他想要自杀，有啥物代志袂当解决？你若毋讲互我听。伊甲迄老和尚讲，我生做遮歹，也无人要甲我做朋友，我足痛苦的啦，我不如死死的好啦。伊讲人生有两种人，一种就是自私自利，有拢为个家己；第二种人，啊当然伊也袂快乐。第二种人就是他为的是谁？他为的是对方去帮助别人，助人快乐之本。伊讲人讲，伊就种安尼好。伊就讲，我甲你教，如果若有人洗衫食老，洗衫洗无法，你去甲伊斗洗衫；伊若咧担水，担无法，你甲伊斗担水；伊若伫遐过马路歹行路，你就甲牵去过马路。伊需要帮忙的时阵，你拢去甲伊帮忙。所以讲，伊讲你第一种人已经死去啊，你即做的是第二种人。你好啊做，好啊去行，你会变作快乐。所以伊咧做咧行的当中，慢慢啊改变他的面相。他现在面相变得很漂亮，比较早个足水的啦，就是差很多啦。啊，即摆过无偌久，也是找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结婚了。有这个故事甲咱讲啥？自私自利，反而会带给自己烦恼。但是你处处拢是为对方设想，你会带来给自己快乐。相对我们在修办道当中，咱就是时时刻刻爱为兄弟姊妹做设想，只有对方没有自己，吼。老师讲的讲，心内内只有家己，你真的是会过得很痛苦，烦恼也会多，所以讲烦恼会带给心的苦，百病伤生，老尽将至，就是讲咱人啊。人生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健康。请问各位喜欢健康吗？喜欢。但是健康你要就有吗？你讲这个肉体是我的，啊，我要爱伊健康，为什么无健康？我爱伊漂亮，为什么无漂亮？我爱伊身材较悬的，为什么无较悬？但是那是其次，我们要的是健康。所以讲，人若有健康。就有拥有一切，若无健康，迄是一种足痛苦的代志。老师讲，你业若重，你着去出世一个较病体的身躯；你的讲也福报较有，你会去出世一个较健康的身体。所以讲，有的人自细汉啊破病安尼，讲常咧安尼，相对的伊着会真艰苦、真痛苦，甚至安怎？尤其若甲食老的时阵，有的少年健康食老了，百病丛生，人讲啥？巴肚做药毒，疼咧食药仔，也无较健康人，袂讲食甲咧洗肾，囡仔逝世阁无离身躯边，无奈孤单病痛，有当阁无钱看医生。咱今仔日好学。伫一本册看一个故事，讲，菲律宾有一对年轻的夫妻，拢读大学生啊，毋过有一天，伊要带妈妈无爸爸，甲妈妈讲，妈妈，我今仔日带恁来佚佗。